呢個主辦單位就已經發咗邀請信俾所有嘅候選人啦。咁其中吳文遠、何志光、朱少紅、劉小麗、毛萬靜咧，就因為出席其他活動就回覆咗唔可以出席嘅。咁梁美芬、游慧晶咧就回覆咗都係唔可以出席啦。而狄志遠係另有工作，所以亦都係未能出席嘅。咁另外咧就李永漢、林依麗、蔣麗芸、黃毓民、關新偉就咁多位咧，就琴日為止咧係冇回覆到呢個邀請嘅。好，咁跟住就到今日呢兩位候選人啦，係咪嚇？咁我哋就每一位咧係會有6分零鐘咁樣啦嚇。就其實就因為主辦單位就事先已經就俾咗一啲嘅題目，就請兩位發表意見嘅。咁我哋會請阿譚生先啦嚇。咁就其實有3個題目嘅，一個咧就係候選人嘅自我介紹同埋你對現時棚仔嘅一啲睇法嚇。第二條咧就係頭先我哋即係個幾鐘頭就係講緊一個叫民間方案啦，就係你支唔支持呢個民間方案，同埋對橋底嗰個發展咧係有咩意見嘅？而第3個題目咧就係關於呢個民間方案嗰個嘅營運模式嚇，即係應該點營運呢個橋底嘅呢個空間咧嚇，同埋係佢應該係點樣去連結呢個社區經濟嘅嚇。就住呢3個問題，咁我哋而家係請兩位嘅候選人按照因為即係選委會嗰個嘅編號嘅先後次序係發言嘅。請譚生先。好，可以開始啦。各位關心棚仔嘅朋友嚇，咁大家下午好。客氣説話唔講，就其實今日嚟到咧，其實不過好抱歉，我就都晏咗嚟，咪要聽下幾位教授學者介紹，其實都係好有啟發。咁我講少少咧，我自己我姓譚咧，譚國僑咧，喺今次選舉係代表民協嘅參選。咁大家聽緊民協一定諗起馮檢基啦，馮檢基諗起深水埗。咁即係對棚仔嘅發展，其實的確對我嚟講或者對民協咧，都係有一個即係除咗係大家面對嘅困難問題，或者跟住有一啲前景咧，其實都有一種好感性嘅一個嘅接觸。咁特別阿東叔都喺個社區，或者阿何生咁樣。咁我自己其實喺以往多少背景咧，就都喺區議會都服務咗都比較耐，8-5年，即係如果數緊佢，除咗上一屆唔喺議會。咁期間的確睇到成個深水埗有一個比較舊嘅社區，一路慢慢逐步社區更新。我記得有段時間都揾下李琴落嚟幫手做帶啲學生做啲研究。咁我自己有好深嘅感受就係、其實深水埗真係好多嘅寶藏，好多嘅寶藏，好多嘅名人，好多嘅嘢嘅歷史故事咧，其實真係喺深水埗會出現。咁當然我哋今日講棚仔啦嚇，咁喺以往我哋喺我自己作為議員嘅時候咧，處理棚仔嘅嘢唔多㗎，因為可能都係有個分工嚇。咁但係翻轉頭最重要，其實都唔係一個分工問題，而係睇翻以往我哋只喺西澳區議會啦比較耐，咁都係比較睇到成個社區需要更新嘅時候，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都希望推一個由下而上嘅發展，即係呢個講社區規劃。咁所以如果冇記錯，10零年以前咧好似好耐，咁啊，李琴帶嗰啲學生杜立基啊，嗰咩 PAS 啊嗰啲落嚟，就喺幫我哋西澳做一啲即係唔同類型嘅研究，特別講緊西澳係啲咩咧？咁我記得好重要一句説話就係豐儉多元嘅一個嘅社區，我到今日都仲記得。即係你講豐儉多元，你就睇到呢個社區佢係一個好混合性嘅社區嚟嘅。我哋有最貧窮嘅一面嘅面向，我哋有可能有一村一啲有錢佬或者係中產美夫等等四小龍啦而家嚇。咁作為一個議會要面向呢一類嗰個更新，有陣時都唔容易。咁當然我哋比較多面向有啲舊區嗰部分，譬如好似棚仔或者係長沙灣大啲舊區。咁但係我睇翻以往我哋比較做嘅工作咧，特別或者補充少少，民協多啲嘅工作好多時就都係從居民嗰個受到政策或者係受到嗰啲問題好個案式或者好點式嘅去處理。我哋或者可能我哋個背景多啲係社工，所以好多時講權益。咁呢個有個限制，就好多時就解決嗰個問題咧，就我哋可能就收工嘅。我舉簡單例子，正話睇人講好有興趣，你講個故事玉器市場。不過我估你講嘅玉器市場咧，就係你講個鋪，就唔係通州街天然底嘅玉器市場。其實通州街天然底玉器市場就係當年我啱啱亦都係作為區議會嘅主席嘅時候咧，係處理緊區裏邊一啲無牌嘅玉器小販佢哋嘅問題。我諗尾就咁啱一個遇到一個叫做本土經濟、社區經濟個出現嘅時候，係推動成立咗一嚿咁嘅嘢。
但係睇到去到今日翻轉頭去諗咧，的確係有一個空間，讓呢一啲嘅無牌小販避免咗佢一啲嘅衝突糾紛，而去到嗰度去到經營。但係之後冇乜支援，冇乜支援。咁似乎就都發覺到一樣嘢，就係純粹喺個點去解決個問題咧。的確嗰個無論持續性啦，無論剛才阿 Megan 講嗰個幾樣健康啊、精神 mental 等等嘅嘢係唔夠嘅，係唔夠嘅。咁所以去到今日翻嚟棚仔，我覺得係有個好大嘅即係突破就係唔同。就係成個棚仔樓，其實舊年知道就係因為政府一個由上而下好想嗰度發展一個資助房屋居屋，咁係要今年6月要炒啦嚇。咁之後大家跟住好多成個民間社會，或者可能呢個我估計都係雨傘運動之後，大家都係多咗民間社會係關心咗我哋自己香港本身嘅特有嘅一個特色。咁所以走出嚟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成件事已經好唔同。以往就純粹你話講地區關注嘅團體，議員好、政黨好，同嗰啲即係受影響嘅人去到處理解決佢即時面嘅問題。如果以往同一個故事，可能就係、喂點樣安置佢哋咧咁樣，係咪啊？咁點樣安置佢哋？咁好明顯啦，個報市場就係食環署，咁啊梗係諗下食環署有呢個地方安置啦咁即係純粹解決安置係唔能夠成件事可以持續性，呢、個就尤其是就俾我好大嘅啟示。咁所以今次我睇到就係有好多嘅民間嘅朋友啦、建築師啊，喺甚至乎越 hea 越大啦，我覺得其實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睇到第一，成個政府嘅計劃我哋暫時頂住先啦。起碼今年6月如果要拆要搬係停咗落嚟。第二，佢係願意真係要諗下，唔好淨係諗安置嘅問題嚇。雖然去到今日，我仍睇唔到政府本身係好積極去諗點樣由我哋講緊棚仔安置去到我哋講緊一個天橋底嘅布藝嘅市集嘅市場，去到今日都我仲未睇到嘅。咁當然正話好似 Ada 定邊個講，其實你本身上層建築政府係都有講緊個5億嘅資源嘅時候，點解唔諗落去點樣配合呢度嘅發展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我自己都不解嘅問題。咁第二都想講少少咧，就係成個棚仔我點睇咧？我自己睇就好似剛才講，唔係淨係安置嘅問題。老實講，如果處理安置問題咧，我嚟接觸，我覺得係有唔同嘅需要嘅。譬如我記得同阿東叔講好耐啦嚇，即係有時真係年長嘅，我可能有個細藝，有地方有寄託，係嘛？你要發展一個地區嘅市集或者都係要某程度嘅魄力。當然如果能夠做得到嘅，咁大家都願意去。咁所以我記得我都問過學生，其實有一部分真係佢係想純粹攞翻個小販牌嘅啫。可能落翻去基隆街啊，有啲吉嘅檔啊，擺翻落去，即係做呢一類嘅行業。咁呢個可能同我哋朋友當然未必係矛盾，但係可能有另外需要。咁但係我係覺得，如果我哋當今次要諗呢個問題，唔係純粹一個安置問題，而係點樣善用呢一個地方去到結合住成個地區上邊我哋嘅寶藏、我哋特色嘅時候咧，咁個想法就會唔同。咁所以到今日，我係覺得成個棚仔嗰個安排唔係淨係安置嘅問題，而係點樣令到我哋有一個新嘅即係可能新嘅發展嘅時候咧。將棚仔結合住而家我哋香港或者面對譬如淨係講一啲社區嘅產業或者發展啊，或者一啲地區嘅經濟嗰個發展啊等等，咁我覺得呢樣成件事係好有意思嘅，係咪夠鐘啊？sorry， 成講啲嘢太長嘅，咁咪 anyway 我估一陣間都多啲時間，大家有發問嘅時候，我都好想有啲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下，多謝。好，唔該晒。跟住請第2位係阿袁海文先生。好各位朋友、各位街坊各位好關心棚仔係啦未來發展嘅朋友，大家好。咁就之前咧有啲都即係見過面啦，即係好似蘇生我哋即係見過啦，即係何生啊、東叔啊，我哋之前喺棚仔嗰個即係論壇咧都見過嘅。咁亦都嗰陣時都見到即係歐教授啊、即係伍教授咧嗰陣時咧，同埋阿 Michael 咧，即係都好多 input。每一次我都好記得咧，即係都會有個好特色嘅紀念品俾我哋啊。今次咧又有個即係枕頭袋，即係都非常之有心。咁其實老實講，棚仔咧對我，即係我從政咧，其實都係啱啱上年區議會選舉就當選，咁就開始咧即係進入深水埗區議會啦。咁都好感受到即係大家咧對棚仔嗰個關心。喺雨傘運動之後咧，好多人都要話即係走落社區做嗰個公民連結咧。老實講，我見到咧棚仔係我見過咁多個即係 project 啦，或者項目啊等等咧，係真係最能夠做到即係呢個由下而上嘅即係公民連結嘅。咁所以我喺呢度咧都好承諾咧，一定會將大家嘅聲音咧，即係無論個嚟緊立法會選舉結果係點樣樣咧，我都一定
定會咧將呢個聲音咧帶入去咧俾我哋立法會入邊咧嘅議員嘅。咁頭先我都聽到 Ada 即係講一啲方案咯，我都想再講多啲，因為而家老實講都係個即係立法會選舉相關，大家想會知道立法會議員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咁其實黃碧雲議員咧本身就係嗰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嗰個即係委員會嗰個其中一個委員啦，之前做過主席咁樣。咁佢喺即係棒仔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就話可能想拆下成咧，咁佢都即刻咧有啲書面質詢啊，亦都咧要求咧即係召開一啲即係跨部門會議，係去即係要求政府去做。咁我諗相信呢一樣嘢咧，我哋喺個議會入邊咧都繼續咧會同大家咧繼續係去爭取企喺大家一方。頭先我都聽到 Ada 咧講到一點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咧財政司司長都撥咗5億啊落嚟咧，係去發展呢一個嘅時裝業啊。但係點解就係純粹咧係資助一啲咧去海外嘅即係show 啊成咧，咁而唔擺翻落社區咧，我都覺得呢個方向咧係我哋值得咧嚟緊去關注。即係老實講，政府已經將呢啲錢咧其實撥咗出嚟啦，但係更加好咧就應該咧即係用翻喺嗰個即係社區度。咁但係咧我都有一樣嘢咧，其實都知道咧點解咧即係政府咧唔擺落社區話説咧係我早即係做區議會期間啦，咁開始都接觸好多即係規劃問題啦。咁事實上因為喺長沙灣啊、荔枝角附近咧都有啲社區規劃啊、重建咁都有研究，咁亦都有啲位咧佢就派到即係拜訪咗一啲即係中大建築系嗰邊教授嚟傾。咁老實講，你知有啲即係教授咧，其實都同政府係做一啲公式嘅委任。咁佢就講啦，即係政府咧喺好多呢啲分定啊成嘅時候咧，往往咧佢就會考慮，撥咗嗰筆錢有啲咩回報咧？回報唔一定係經濟嘅，即係純粹對政府。如果去海外攞獎，如果係攞一啲咩建築師大獎咧，咁咪會放多啲咯。咁有啲係真係建築系嘅咧，就話本身係諗住已經我純粹攞幾廿萬，但係政府有好多程序啊，好多考慮啊，到最後冇搞到。點解到最後咧？佢嗰個即係 project 啊，即係喺大陸起一啲嘢啦，即係好好嘅。咁我唔講得太仔細，但係攞咗獎，點知咧政府咧有啲高官啊，即係好大粒嗰啲司局長嗰啲咧，同我講，話早知咧就係即係 sponsor 俾你哋啦，即係咩啦，原來係攞獎。即係你見到政府就係呢啲好極度功利嘅心態，而呢種心態咧，正正就係要扭轉。咁我相信咧喺即係喺政府呢度咧，即係同佢傾咧，即係我諗亦都係要好多即係傾啦，即係我諗要俾民間睇到佢嗰個嘢，真係要落翻社區。我覺得呢個係要我哋嚟緊係去即係把握㗎。咁我相信咧係啦，即係個錢咧就撥咗落嚟，點樣係真係將啲錢更加有效即係運用，係真係服務翻香港人啦，而唔係純粹就係為咗攞名、為咗攞威咧。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要值得即係加啲力度。老實講，錢係擺喺度，我係有信心咧。如果大家係不斷就住呢樣嘢咧，係去有個真係好具體嘅計劃，係可行到咧，我覺得係 push 咗落嚟。因為老實講，見到深水埗區議會老實講都跨黨派啊，即係都冇分泛民建制咧，對派呢個方案咧都非常之支持嘅。即係上次嗰個論壇即係應該係早幾個月啦。咁啊，基本上咧個咧都嗰陣時喺晒度咧都話一齊支持。咁所以我相信咧，大家嗰個方案咧好合理，亦都係好用心咧。我相信區議會呢邊咧嗰個問題係唔大嘅，爭在我哋點樣係由立法會至到咧去同政府入邊咧之間咧，真係落手着力爭取。而關於嗰個橋底方案咧，即係一路都有留意咧，都啱啱見到大家係好用心即係設計啦。老實講，呢個咧亦都啟發咗我。我而家咧本身咧，我當選到而家咧，我都係一個點樣嘅即係 suffer 一個貴租。我其實到而家都未有議員辦事處。咁我都有個方案咧，喺我自己個區咧，就喺個橋底咧設置一個議員辦事處。咁當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阻力啊等等啦。咁但係就係善用呢個空間咧，我相信咧都係一個即係大嘅方向。咁而頭先講個就係營運模式或者係可以點樣樣咧？咁而家政府有唔同嘅計劃嘅，其中一個即係橋底嗰種善用空間嘅形式咧，有一種就地政署有個即係 program 有個計劃咧，就係話一啲係可以好平嘅租，甚至即係免租或者用市租金啦，即係睇下你邊類型嘅即係團體啦，就係俾你租置一啲閒置嘅土地。咁正正天橋底咧，即係喺嗰幾嗰個市場以外咧，其實咧係完全有個空間，有個可能咧，你話哪怕1蚊租又好，即係點都好，係批嗰塊地出嚟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咁但係個關鍵咧就係即係點樣營運啊？而我好似咧即係聽完咧，即係覺得營運呢部分咧係最考即係功夫嘅。咁我都即係斗膽，即係未必好成熟嘅。我相信都係嚟緊可以大家咧不斷去睇點樣有將來個方案，最緊要係可行去拎出嚟啦。咁但係都可以即係參考翻而家即係總之係譬如講5億。
會唔會可以即係撥某部分出嚟，係可以咧即係幫手去即係營運呢一個即係部位市場去做咧？因為而家始終咧，我就算喺深水埗啱啱喺6月嗰陣時聽咧，其實都只係講緊安置嗰個層面，就冇去到話即係將來點樣去發展。呢個就正係最大問題。我唔希望咧，即係嗰個方案咧，只係停留喺咧，即係即係搬咗個地方就算啦，而冇去一條龍嗰個做法。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呢一個位咧，大家嚟緊咧立法會選舉後前後都係咧，或者一路以嚟咧，一定要繼續逼。咁我相信咧，喬哥我都會喺深水埗區議會咧繼續係去即係監察政府。我哋立法會入邊咧都會係到咧不斷咧就係要政府咧即係交代，同埋即係真真正正咧就係將即係大家嘅聲音咧透過立法會由到民間到區議會從民間嘅組織咧一齊聯合起嚟咧，先至能夠咧真係做到個爭取咯。多謝大家。好準時啊！好，跟住到呢個台下發問嘅環節。咁每一個問題咧，兩位候選人都係可以有2分半鐘嘅嗰個回應嘅時間嘅。咁我睇下有冇人舉手先。何生。都冇咁，不過就係希望咧，即係而家呢個點解政府係未知道我哋嘅諗法係點樣做啊？咁所以我都希望係即係透過你哋區議員區議會嗰啲咁向政府話俾政府聽咧，知道我哋嘅計劃係點樣做啊，同埋個諗法點樣啊，即係希望佢係用個發展嗰個方向去諗咯，就唔係話用安置小販咁嘅方向去諗咯，就係咁咯。其實咁樣嘅，即係我諗而家都係立法會選舉啦。咁之後大家如果當選嘅，其實我諗對於部分或者義工都有個諗法，就係話究竟大家可能當選咗之後，可能喺議會上邊可以有咩渠道可以去層面咧去處理咧？因為而家嘅問題，我哋而家報反所傾嘅，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地區嘅議會，但發現地區嘅議會個成效上邊未必話非常之大。咁我哋話以前不嬲都嘗試過用局方去見面。但其實局方到而家都冇一個好正面肯同報反去回應嘅，咁所以我哋諗緊就係如果大家當選咗之後喺立法會上邊，會唔會啲小組委員會啊，或者可能有啲方式可以繼續喺我哋政策嘅層面上邊可以處理到咧，迫使到可以由上邊令到政府可以有一個變動，接受民間嘅方案咧，係啦。好，請阿譚生先。我同意何生嗰個嘅觀察。所以喺呢度，我想補充一點，雖然正話阿海文講喺地區議會大家都好一致，我又唔係咁睇嘅，即係而家係一致。如果我哋講政治二分法，就泛民同民主派咧，建制派同民主派嘅建制派係被逼一致嘅啫，即係我覺得係被一致。點解咧？就係而家我哋成個棚仔嗰個組織，大家係做得好有力，好多嘅持份者幫手。咁點解咁講咧？我其實做咗比較啫。點解搞咗咁耐？都唔能夠去到政策局嗰邊有一啲對話咧。我哋講咗好早嗰陣時話要有小組成立一個固定嘅平台，唔係淨係議員，係讓翻持份者一齊去傾，但係都唔推到出嚟。呢個正正就係而家因為建制即係主導成個議會嘅時候，係我覺得佢係一路係拖緊件事。當然而家即係啱又撞啱立法會選舉，咁可能或者就會停咧。咁呢個成個形勢係9月之後就會清楚即係個立法會選舉。咁至於講個問題，我自己覺得兩樣嘢，第一就係而家我哋嗰個嘅地區，我成日強調一定係由下而上嘅嗰個咁嘅推動。咁喺立法會層面，我就覺得其實一定係喺個政策上邊，即係譬如就大家淨係講點解5億淨係處理緊一啲上層嘅需要，唔係考地區咧？呢個你睇喺政策上面，立法會應該係可以有一個即係角色喺相關嘅事務委員會去俾壓力俾政府，希望喺嗰邊有啲改變。但我成日覺得香港唔係錢最大嘅問題，香港大把錢。嗰5億唔得，咪另外攞啲錢出嚟咯，或者甚至乎即係最緊要成件事究竟政府 buy 唔 buy 呢個意念？我哋而家棚仔嗰個清拆安置，唔係清拆安置，我同阿學生講，我哋講緊個發展。我哋個發展嘅時候，呢個唔係淨係要解決咗呢班做咗幾十年喺報市場佢哋個生活嘅需嘅問題，而係成個年代嘅行業或者講年青嘅設計家啊，一啲學生啊，其實正話我都。其實而家唔知大家可能會留意，緊要嚟就好多阿含可能會知，好多啲屋村裏邊啲婦女其實自己喺啲譬如南山村啲舊檔咧，整啲檔喺度幫人車衫改嘢嘅喎，好多嘅喎，係嘛？其實係有好多呢一類即係就業嘅機會。咁你如果個問題就係冇，即係如果你唔係喺嗰啲地方，亦都嗰個機會唔多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喺天橋底棚仔個個人市場可以提供呢一類咁嘅服務？嗱，呢個我同你就係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嘅建設嚟嘅。
呢個對我哋成個即係布市場嘅發展成為一個天橋底嘅部位嘅市集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咁所以呢度我覺得係無論喺立法會，其實喺地區議會都係有一個角色。呢個我承諾。選舉結果點另一件事，呢個一定區議會冇得走雞㗎啦。我可能睇新會區議員，呢個一定我哋會跟進，我自己會跟進。好多謝係啦，何生同埋即係超文嘅即係補充啦。嗱，我先講即係立法會個職能啦。如果你要，因為咧個職能上咧，立法會議員咧，佢不能夠提出一啲議案啊，即係動議咧，係要牽涉到咧，即係使用政府嘅公帑嘅，好奇怪嘅。但係政府咧，佢主動咧，將一啲嘅政策將啲錢擺落嚟啦，你可以即係修改就可以嘅。咁所以咧有一個即係比較即係被動嘅角色。咁所以點解頭先話一啲即係一路做開有效嘅啲咧，即係或者有啲作用嘅咧，繼續落去。即係譬如即係要求開一啲即係跨部門嘅會議啊，即係要求喺嗰個即係 panel， 即係喺嗰個即係委員會入邊，即係要求政府嘅質詢交代。即係呢啲喺會議喺嗰個立法會可以嘅即係職能咧範圍咧，即係我覺得又可以用嘅途徑咧，可以用嘅空間咧，即係一定唔盡。咁但係另外一個層面咧就係講到即係關於錢啦。你話係咪可以攞到更加多錢？如果係即係可以嘅話，即係一定係即係繼續去啦，冇問題嘅。即係呢個我相信冇咗衝突。咁但係我哋正正係而家係已經係叫做5億，叫做可以係做一個即係時裝業嘅即係發展啊嘛。咁就係點樣係即係爭取呢5億係即係拎到落嚟用咧？我相信係如果定咗個決定，即係已經定咗個大框架，而家個大框架入邊咧就係同佢拗數，我相信係比較容易啲嘅。而正正咧，財政司司長或者即係政府咧，每一年咧喺施政報告之前，或者去到財政預算案即係之前咧，佢總會咧係去拜訪咧，即係唔同嘅派別。當然啦，民主派或者即係反對派就比較少啲啦。但係點樣都佢總會咧就係去唔同嘅即係黨派去會睇，咁佢哋都想即係有某啲嘅議案啊，即係得到即係支持。咁我相信咧，即係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即係空間咧，就係咧同佢哋即係爭取。喺我即係分享一下，即係今年。啱啱即係嗰個即係施政報告，即係當然同梁振英嘅關係好差啦。但係反圍標嘅一個即係一個我哋即係一路做開個嘅工作啦。我哋都咧即係喺同梁振英呢個係即係完全係即係開門講嘅，就係要求佢咧就喺反圍標上咧係要做多啲嘢。咁到最後咧，佢都知道係一定係一個問題，都係見到咧即係好多市民咧係好關心。咁佢到最後咧，佢都要定一啲即係相關即係反圍標嗰啲即係資訊啊，成咧令到個成件事係透明啲。咁我相信呢啲嘅手段，呢啲嘅方法咧，我相信都極到嘅彈性去用多啲。咁最緊要咧嚟緊咧，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咧，即係將一個好即係具體點樣營運有效嘅方案咧，亦都係即係拿捏到即係政府佢哋攞嗰個位啦，係去做。而家有個比較嘅問題，我好明，即係我唔係話明啦，我會即係諗政府點解會唔去落去傾咧？因為食衞局咧同時裝業咧係兩個完全係唔同嘅，即係 bureau 唔同嘅局啊。佢都冇好，如果佢要傾佢其他咧，好似有啲越權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要處理下。好唔該，咁跟住係咁我唔該晒兩位候選人。咁咧其實我都知道議員好多限制嘅，咁亦都相當政策相當框架，咁所以我哋都但係對於民間處理嚟講咧，仲更加困難啦。如果即係議員會覺得啲政策框架咧，其實係好難打破，或者嗰啲局與局之間好難打破咧，咁民間咧即係其實仲難做啦。咁所以我哋需要議員嘅存在啦，即係咁我會講翻譬如其實喺成個政策嚟講，譬如我知道深水埗區議會做咗好多嘢啦，譬如喺九江街啊，譬如小販有個墟市啊咁樣。但係譬如有啲政策譬如重發小販牌啊嗰啲，其實大家點樣睇咧？即係喺個小販政策上邊，即係因為我哋講緊譬如棒劑之外，其實佢哋都係小販啦。咁但係我哋見到譬如每一晚北河街嗰度，未必每一晚啦，佢哋可能面對嘅俾人掃場，佢哋俾人面對嘅就係小販。而家係其實基本上而家後生係冇一個機會嘅。譬如我想做報販唔得，我想做小販唔得，重發小販牌嗰度點樣睇咧？咁另外就係譬如小販長期以來面對嘅問題就係助手同埋牌主嗰個問題，嗰個矛盾其實點樣去處理？即係我諗其實大家作為一個想做立法會議員，其實點樣處理呢個積立以嚟，譬如40年嚟以嚟就係助手同埋牌主個問題，就係到安置嘅時候，大家就會爭啦，大家就會嘈啦。咁樣嘢點樣處理？有冇啲建議咧？咁樣咁另外譬如喺深水埗好多賣地，頭先我唔知我睇錯啦，就係頭先喺附近嗰個咩華街嗰度，頭先話做臨時房嗰笪地都俾人買埋喎咁樣，咁點樣做啊咁樣？咁你會見到賣地一係就公共空間俾人賣晒啦，全部深水埗冇晒地啦。即係而家我哋嘅市區，第二樣嘢就係市區重建。所有市區重建嘅話，你見到啱上個禮拜嘅時候喺嘉頓
嘉頓嗰個鐘樓後邊嗰棟地，啱啱而家就招標啦，成個市區重建。咁你會見到棒仔話好多老街坊全部唔見晒喎，而睇翻船外豪宅，咁你點樣睇？即係因為我見到好多立法會議員話，佢哋想不停咁樣加快市區重建速度，但係你會見到，但係起出嚟就係豪宅，點樣可以嗱你中間嗰樣嘢咧？即係好多街坊，咁你中間你頭先講圍標啦，咁即係復修亦都有個問題。咁另外最後一樣嘢就係頭先你講錢啊嘛，頭先你不停咁講5億啦，咁另外有啲嘢有啲錢其實可能雖然未必有關係，就係譬如可能係活化古蹟嘅計劃，雖然呢個唔係古蹟，但係可能我哋係咪即係喺？但係係咪除咗活化古蹟或者嗰個時裝嘅5億之外嘅，有冇啲錢係攞嚟做一個譬如我哋講緊社區營造啊，或者係一啲我哋講緊一個社區點樣做？除咗譬如區議會可能佢個問題就係譬如可能佢嘅撥款唔係好大嘅，咁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因為重建或者因為要逼遷而影響呢個成個社區㗎啦。咁點樣會有啲咩嘅新嘅分定？因為我哋而家見唔到文化局，見唔到有一啲關於文化、關於咁樣嘅一啲新嘅創意產業嘅一啲，你冇理由叫民政事務處做啊，因為你見到相當守舊。咁但係喺個文化政策上面，點樣有啲新嘅嘢俾我哋新嘅年青人，俾我哋譬如時裝界去做咧？咁你大家有冇啲咁新嘅想法咧？譚生。你嗰站問題係1個鐘頭都講唔晒，一陣咧答得幾多？第一我同意嘅，即係唔應該有太大框架嚇。咁同埋我唔覺得喺個議會架構一定係唯一個途徑。你作為有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嘅議員就係一個身份，就本身就係可以好多嘅空間喺度做。咁所以我同意嗰個觀點。第二咧就係如果你講小販牌照，我同意係要有呢個小販牌照個重發。咁其實你講緊棚仔都係啫嘛，但係而家棚仔嘅問題就其實真係有牌主已經剩翻冇幾多，剩翻嚟嘅大部分。如果你嚴格嚟講，從政府嘅角度，呢啲係冇牌小販嚟嘅。但係正係佢而家喺發牌上面都揸得好緊嘅話咧，佢而家唯一要做嘅就係，所以我喺 day one，我覺得你去通州街俾第一個係冇問題，因為玉器市場已經係一個先例啦，呢個已經係10年前嘅嘢。因為10年我之前都講咗啦，玉器市場嗰班小根本就冇牌小販嚟嘅咩？因為佢只不過嗰個身份唔係小販，係一個檔主。所以以前當戶嘅時候，佢個當街市咁多個租金，所以咪出現個租金好貴咯。而家你4000幾蚊一年嘅牌費入到去玉器市場係500到2000一個月，爭好遠啊嘛。咁所以個觀念上邊呢個就要反映咗佢政府個取向。咁但係嗰個唔容易，但係我覺得嗰個係要大家要努力嚇。第三其實講緊5億個問題，其實呢個你就係反映咗成個面向，佢嘅面向講緊業界個發展啊嘛。講緊成個，我覺得係好 grand 嘅嘢啦嚇。即係如果你講親成嗰個資源，你係面向講緊社區上面嘅需要。好似我覺得今日，我覺得大家討論好有意義，就係我哋講緊棚仔，講緊面向社區啊，社區經濟啊，而家啲係結合到香港嘅需要。當你咁嘅面向嘅時候，你個資源點樣用又唔同嘅咯噃。所以我唔會反對你嗰5億將佢改變個面向。就算佢唔改，你咪第二嚿錢咯。學似話齋，你每年你財政司都要見政黨嘅時候，我哋有另外一個主張，呢個係可以嘅。咁至於你淨係講嗰個安置嗰地方，我證實你所講嘅應該都係埋。成日好多時係咁嘅，你要發展個地咧，你想用嘅地方咧，即係講緊安置露宿者，佢就會嗱一聲就係剝地。我舉個例子，嗰個屠房，我哋當早房長策檢討嘅時候，我哋提嗰度做中轉房，跟住冇幾耐佢就掟個文件上嚟，就嗰度發展公營房屋。咁所以你根本上好多嘢咧，其實政府都睇住民間，你有一個動作，佢有啲回應。咁所以成件事係，我覺得而家個基礎係好好嘅，即係我哋再 consolidate 成個再講一個成個民間嘅話，我係同意嘅。當然有啲技術上嘅嘢，我覺得仲可以傾，包括露宿者嘅處理咧，我唔係好覺得嗰係一個可行嘅方案。聽下袁生。好多謝你嘅提問先。嗱，我想 clarify 一下，即係我唔係講到話個政策唔需要改，唔係咁樣。只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當有啲最有效嘅途徑都未用嘅時候，就即刻去開拓一條新線係咪真係有咁多能量係去喐咧？咁即係我諗，我覺得重點係即係呢一個咯。而至於咧，關於嗰個小販政策咧，我相信咧係政府呢幾十年嚟咧，佢嗰個即係大方向咧，佢就係就係唔發新牌，就係要閹乾。喺早呢幾個月嘅時間咧，即係除咗棚仔以外咧，我都接觸緊一啲即係熟食市場嘅攤檔嘅小販喺長沙灣長順街嗰邊。佢哋都係即係一個面對好大嘅困境，就係咧嗰個即係場地咧，由80年代到以嚟咧，基本上冇乜設備嘅更新，即係做熟食市場，仲係冇空調，
電力咧，佢都係即係唔夠嘅，佢都係每戶即係都俾唔足嘅。咁所以個空置率咧，佢而家嗰度可以本身擺28檔，而家都係擺得12檔，已經就整晒籠啦。因為再加落咧，佢個電咧都搞唔掂。咁你所以見到即係食環署根本成個營運啊、即係管理啊，根本係佢完全唔掂嘅。咁所以如果將即係呢類嘅管理啊、呢類嘅成咧，繼續俾翻食環咧，係好大嘅問題。而至於嗰個即係小販牌嗰度咧，你問我哋咧，即係我相信即係民主黨我喺其他兄弟即係姊妹喺其他區，我哋都不約而同面對嘅情況。譬如中環許智峰嗰邊，佢就見到呢一啲咧嘅鞋匠啊。就係佢嗰個即係先生就即係過咗身，咁咧就去即係俾唔到佢老婆，咁都係搞到好煩。但係到最後咧都叫做一個appeal，即係一個叫做即係上訴啦。到最後咧都係叫做即係酌情或者叫俾佢。咁但係呢個係咪一個係真係即係有效嘅即係方式咧？係咪一個應該係更加好嘅即係成全，更加公平開放係俾我哋嘅年青人係一個即係比較低門檻、低成本下咧係去即係營運啲社區經濟咧？我相信咧。即係民主黨係一定係非常之係支持嘅，咁所以嗰個即係小販牌，即係嗰個方式咧，我哋覺得呢個方向係去值得去推咯。咁而即係助手牌同埋嗰個即係檔主牌，我都完全即係明嗰個即係嗰個問題啊。喺熟食市場嗰邊咧，我就食好即係好 close 咁樣去即係經歷到咧，喺嗰個助手牌同嗰個檔主牌咧，佢哋諗嘅嘢咧，其實係有啲唔同。但係去前線 operation 嗰度咧，同真係揸住即係嗰個牌咧，嗰度咧係有啲落差。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咧係需要理順，同埋喺一個即係政策嘅重新係改變咧嘅底下咧係去諗。咁但係即係嗱，老實講，而家嚟緊咧，我諗出年3月咧就嗰個即係特首選舉啦，個人大法會。咁我覺得正正咧而家都係一個即係空間咧，係逼嚟緊嘅 candidate 咧係要去就呢樣嘢咧，即係做一個即係研究或者表態。好，請問有冇其他嘅問題咧？其實呢一個都又唔可以話係一個問題嚟嘅。不過啱啱頭先即係聽到大家嘅討論入邊咧，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即係我哋成日講我哋呢個項目要幾多錢，或者呢一個project 要使幾多錢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就係喺最少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咧，即係棚仔嘅呢個民間方案咧，其實咧。可以唔需要用好多嘅公共嘅公帑咧，其實已經可以去到做得到啦。咁頭先亦都有另一位同學發言都提到話你哋喺即係議會入邊可以有啲咩方法去到推動呢一樣嘢咧？咁我覺得即係第一樣嘢，首先大家要搞清楚嘅就係即係一個社區嘅項目，其實唔需要話去到不停去使好多錢，下下都幾億咁樣。即係而家政府好興啦，就係即係有啲咩嘅公共工程就動輒都100億、1000億咁樣嘅啦。咁但係喺一啲即係在地啲嘅做法，或者喺社區啲嘅做法，其實好多時候係講緊大家個網絡啊，喺社區上邊除咗錢之外，其實仲有好多資源可以動用得到，即係人街坊嘅力量啊，一啲空間上邊嘅運用點可以更加有效率，即係呢啲都係喺嗰個項目入邊一啲好重要嘅元素。所以其實除咗話喺議會入邊，除咗錢呢個元素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嘅方法，或者仲有啲咩其他嘅即係作為一個代議士，有啲咩嘅方法可以拉攏到呢啲社區嘅力量，去到將佢連結成為一個好似呢個棚仔民間方案嘅呢啲咁嘅項目，去進而去推動呢啲社區嘅發展咧。譚生，其實而家棚仔嗰個拉集結嘅量已經好強嘅，比我以前見到。如果你再問仲有冇啲乜嘢咧？每件事都係搞到正反嘅。即係你推動呢樣嘢嘅時候，可能會有某啲人佢都係持份者，佢嘅需要會有啲影響。如果你講要拉攏或者要處理，可能有呢一部分，包括正話剛才講咗露宿者包括其實喺通州街，我哋假設而家我哋都係聚焦喺通州街天橋底個空間，即係側邊嘅一啲嘅樓宇，又會唔會有一啲人有啲唔同嘅意見咧？嗱，當然再具體啲就而家去到第4、第5座。即係呢個雞販嗰個情況，但我估計嗰度政府會由一個由上而下要
搞掂佢哋。咁呢個即係另一個問題啦。咁即係簡單講，我哋都要睇下要處理好，即係一啲可能佢哋嘅持份者受影響嗰啲，因為成件事我覺得係好正面嘅對我嚟講，係嘛？咁所以但係翻去露宿者度，我想講多一點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就係嗰度係咪賣咗地嘅問題，而你諗緊一個問題就係你將佢搬咗去佢個熟悉嘅社區或者個地方。OK， 我當你嗰度得到，你其實只不過叫佢走咗啫嘛。當然佢心甘情願嘅呢件事。你翻轉我諗嘅就係話，其實有幾個可能性喎，喺翻嗰度附近係咪可以有地方俾到佢哋咧？包括其實嗰度好多舊樓嘅東洲街，我哋而家有啲叫做光房嘅 project 啊，我哋講俾劏房啲係咪？都有啲有心人嘅，係咪拉噏佢哋？其實露宿者有陣時佢喺嗰度住有好多因素，其中一樣嘢可能係同佢嗰個工作啊等等係相關嘅。即係以往喺深圳我哋睇露宿者都係有呢個因素喺裏邊。咁當然我同意正話講就係邊個人想成日都瞓街？呢個就係你需要有啲 intensive 嘅比較跟進佢本身個人，無論佢嘅性格，無論佢面對實質嘅屋企或者點呢個問題，你要幫到佢。即使話佢呢個露宿係一個我哋假設係一個過渡嘅時間，過渡嘅時間你唔需要諗到咁好起一座新嘅嘢俾佢。你租喺通州街嗰度啲舊樓租啲房俾佢已經解決咗個問題㗎啦嘛，個 cost 唔係好貴㗎喎，係咪？又或者我都講過，嗰條咁嘅天橋有乜用？即係拆鬼咗佢喺嗰度整個臨時宿舍都得啦。總之天馬行空，一下想像啊嘛，大家講係嘛？咁你喺翻個原址嚟㗎喎，係咪？即係我意思係露宿者嘅處理仲可以多啲諗。而家提出嗰個，我覺得係我只覺得唔係太過feasible 同埋太可行啊。咁係咯，個情況就不過陣間有機會再講下嗰個 operation 嗰度，我都覺得大家可以交換意見。好，聽下袁生。好多謝嗰個意見啦。嗱，我相信咧即係講有啲咩更加可以再做咧。我反而觀察到一樣嘢咧，其實係未做嘅。即係就住呢個民間嘅方案咧，政府我唔知政府係未收到定係未回應。即係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咪就已經係當務之急咧？就要如果係未收到嘅話，就即刻要即係俾佢啦。哪怕係即係用議員嘅形式俾佢要去回應又好，哪怕係民間俾佢又好，要去即係要等佢要去講咯。即係起碼有個即係答法有個答案，知道佢嗰啲位係喺邊嘅。即係話我唔做嘅位係邊，話要做嘅位係邊，要幾耐。即係我覺得呢，我見反而咧，如果民間方案咧，我未見到即係政府有任何嗰個即係講法。你話即係立法會議員好，區議員好。都係一個即係代議詞，即係將大家嘅聲音咧，即係交俾政府。但係我正正咧就係睇到而家民間方案咧，係政府嗰度係未講嘅。政府所有我頭先睇翻啦，我頭先專登即係阿喬哥喺度講嘅時候，我專登再睇翻咧，即係黃碧雲俾我哋嘅信，分別咧都係其實即係講安置嗰部分，就係未講咧即係將來係點樣樣。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食衞局以外咧，我相信嚟緊我哋都要將嗰個方案咧，即係交到俾啱嘅即係政府部啱嘅政府局。部門啦、局啦，包括係我諗經貿局嗰邊咧，即係都要係去即係俾佢哋睇，要佢哋即係有個即係回覆。咁回覆有好多種嘅，要睇下個情況。咁如果佢係叫做講到好虛好空咧，咁起碼都叫做有空間係去中。如果直情係話 say no 咧成咧，咁可能就要另外一個即係要用另外啲途徑咧，就再比較強烈嘅爭取。咁相信我覺得呢一個位，我反而我覺得係比較即係急切性。究竟政府點睇呢個即係民間嘅即係方案咧？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咯。好，補充咁啊 ，Ecam。多謝主席。咁咧，我想問翻咧，就係其實喺好多外國嘅地方咧，佢哋都有時會做呢啲項目嘅時候咧，都話判俾個社區做咁樣嘅。咁又或者有啲地方佢會好，譬如我哋香港灣仔都有啲時分券啊咁，或者即係動員個社區裏面。我即係天馬行空咁講啦，即係譬如可能裡面有啲臥虎藏龍嘅，做即係裝修好叻嘅，咁佢就出嚟賺咗啲時分券，第時佢個太太想去灣仔嗰度揾阿何生就整翻條跳舞裙，咁就可以到時換翻即係兌現翻，即係其實係有好多唔同方法去動用個社區嘅資源嚟到去做好呢件事。咁當然就背後可能真係需要再諗下，就係社區會唔會有呢一個嘅魄力去做到好似類似社企，又或者區議會會唔會即係去超越呢一個即係只係俾一個即係意見嘅一個咁樣嘅功能，而係可能有啲副業做下，或者即係就係做一啲類似嘅工作。咁我唔知大家會唔會都覺得呢啲咁嘅想像咧係可行啊？好，請答實。喺而家個憲政嗰個角色個架構上面係唔得嘅，做唔到嘅，好難。即係我 frankly 答阿 Megan，我明白其實應該最好係咁成件事，
但係喺而家未得嘅時候係又咪得唔得咧？有另外一種淨係講又唔係唔得嘅。而家個模式就係你揾另外一個平台機構好，就去營運成件事。其實好多例子係做緊嘅。大家聽過健康安全社區 ，OK， 即係呢樣嘢。葵青係做得好好嘅。葵青我做區會主席嗰陣時，同阿周日希對佢葵青區會，佢哋就有一個佢哋拉入咗，當然就瑪嘉烈醫院啦，就幫手差唔多成個健康安全城市嗰個咁嘅 program 或者係 project， 就由佢 initiate， 而區議會再透過佢嘅渠道去供一啲 resource 上去。咁成件事都係一樣啦，即係翻返落嚟，你都係講棚仔，可能你真係有一個平台咁而有區議會嘅 backup support， 就個資源嘅投放拉啲部門要到去到支持。咁有做到呢件事嘅時候，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可能嘅方向。當然另外，我覺得更加具體，我都以往講過，成件事可能同咩嘅現有嘅組織最密切嘅，可唔可以拉佢落水？我舉個例子，JGCAC 就係浸會啦。佢有個藝術嘅 department， 咁其實而家差唔多佢都係幫佢一啲 train， 即係學生有啲優惠落去，有啲 workshop。JCC 其實呢個都係當年我哋喺議會其中一個嘅即係 achievement 啦，我哋揾咗request 咗佢有一個 workshop 俾到我哋拉入啲 NGO 一齊喺裏邊，俾區裏邊無論南亞裔、少數族裔或者係新婦女做一啲即係社區上面嘅文化嘅一啲嘅計劃。咁你翻返嚟呢度其實都可以類似嘅，譬如話我唔知正話嗰位教授即係理工啊，咁你如果同時金有關嘅，咁你工學院咁肯唔肯發收咩呢件事咧？嗱你咩嘅時候又唔同嘅咯喎，咁你有一個好清楚嘅面向嘅喎。咁我同意就係講，你有咗啲舊嘢先可以諗係咪搞時分券啊？呢啲我哋10年前搞扶貧，我哋都傾過呢個嘢揾網紅。咁但係你知道你邊個去 manage 呢嚿嘢咧？有一個別機構做得到，但係你咁我唔知係咪叫大型嘅嘢咧，你就比較難，一定有一個即係比較 stable 嘅架構，有一定嘅 support。我相信喺社區上有 support 啦。如果區議會大家咁嘅勢頭咧，議會都唔應該係好大嘅反對。咁我覺得嗰個方向可能係咁樣。關於嗰個即係營運模式，我相信咧，而家最用翻現行咧，即係1到3座就由翻食環署管理咧，就叫做即係未必話好理想咁，但係都叫做可以即係繼續營運到啦。咁喺嗰個即係空地嗰度咧，我覺得絕對係有空間咧，用翻而家地政總署嗰個即係租置政府閒置土地嗰個計劃咯，即係有一個即係 NGO 啦，即係非牟利團體啦，做1蚊嘅租咧，叫做你起碼租咗幾年先咧，攞咗個空地即係翻嚟先，咁點營運都好啦，咁就好似頭先位朋友講啦，即係唔需要用好多錢就已經即係營運到，但係起碼就攞咗個地咯，咁亦都未必需要話即係日日都要有即係活動，即係可能係同比較即係多人啲嘅時候，可能係 weekend 啊，可能係啲即係放工嘅晚上啊，可能係一啲即係公眾假期嘅時候咧，就可能重點咧有一啲而家現有可能搞得幾好嘅 NGO 咧，你係去諗一啲即係活動，諗一啲 function 咧喺嗰度做，我覺得都係可行嘅。咁呢個就係我諗中間嗰個即係免地租嗰個象徵性嘅1蚊個租金啦。咁而至於嗰個都我留意到係啦，即係有一個即係由社企係啦，即係去負責即係營運呢度咧，我覺得係咪即係如果當有一個即係有心嘅即係組織先，即係唔好諗到嗰個係咪要佢自己出錢先啦？即係如果係有一個計劃，但係係即係點樣營運，即係嗰個 scale 嗰個模式有幾大幾細咁，起碼有個呢一個即係 budget，咁係咪喺嗰個即係錢嗰度咧，就好似話頭先嗰個即係係咪用5億嗰個即係基金撥一部分落嚟，定係用啲利息嘅部分係落嚟去營運咧？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諗嘅。咁所以我覺得成個即係反正嚟嘅通州街嘅方案分幾方面，1到3座就繼續入食環署係啦，即係已經唔需要喐佢，唔需要改佢，就用翻佢嗰種模式去管理，起碼叫做行得到先。個空地嗰度咧就即刻可能有啲NGO 或者係即係棚仔嗰個報販委員會啊、合作社啊之類形式咧，用一啲1蚊嘅租金嘅形式咧，就攞咗呢塊地。咁剩低嗰2座咧就係睇睇點咯，即係可能暫時即係都叫即係食環署或者嘅即係經貿局。叫做即係先攞出嚟先，咁但係長期咧即係揾一個即係 NGO，而亦都係可能等政府嗰個即係分定可以注落去，咁一個即係比較可能低度啲或者中度嘅運作，係起碼即係令到件事可以即係行咗先咯。我相信因為最緊要而家件事係令到佢開始起動咗先，咁先可以咧即係有效。我哋話如果由0即刻跳到100咧，可能有啲難嘅，但係我相信而家起碼即係嗰個即係重置做咗，都嗰個空地嗰個中度嘅管理模式咧行咗咧，我相信咧可以一步一步去做多啲咯。好，唔該。時間關係咧，我想睇下仲有冇
一至兩位，一位有冇啊？好，就我會覺得咧，作為即係今日兩位咧，作為關切棚仔嘅發展咧，就好感覺到大家都好少用緊。咁然之後咧，因為我哋自己都一路喺深水埗區裏邊，深水埗區議裏邊有睇到大家都有着緊去做。但係我覺得今日咧，畢竟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嘅角色咧，我就覺得呢一個部分，我都想聽得清楚啲。如果扣緊翻你兩個，如果都當可以成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嘅時候，究竟可以比而家咧係可以做到啲咩嘢？係唔止係區議會去做到。咁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同今日係比較有關係。好多謝你嘅問題，做翻啲選舉嘅度。如果我有機會當選嘅時候，我諗我今次嘅選舉，我係個主張就係分配公義、社區自主，特別社區自主，我覺得係可以連結到棚仔，係簡單講嘅一個由下而上嘅一個嘅發展嘅面向。即是話，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嘅話咧，好似我剛才講，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哋要拉一連結翻而家已經大家存在做咗好多嘅基礎工作，然後再幫手一齊去推前一步。點樣幫手？呢個可以喺議會裏邊做，可以係作為立法會議員身份去逼相關嘅政策局去面向大家嗰個提出嚟嘅主張，係嘛？呢個無論喺上邊嘅立法會嘅架構或者係區議會，我覺得都係一樣。第二實際上邊我自己睇到成個計劃本身係可以好多可能性，而家可能係去到一個要真係要唔知係咪叫博取啦，即係嘅階段。即係譬如話，其實我成日大家諗清楚少少，即係話而家當然而家係作為起步，你話1、2、3度啊，黃海文所講食環去到 man 冇問題。但係如果正話去到 Megan 講係咪一個平台我哋 run 咧，成個俾晒嗰嚿嘢咯。其實嗰個地唔係食環署嘅，唔好搞錯啊！嗰個係臨時街市嘅，臨時街市唔係食環署嘅，唔係為食嗰間。只不過以往因為我哋有一個臨時街市，所以喺呢段時間俾佢 manage 嘛。如果我哋有一個計劃根本就同食環冇關係嘅，唔該你交翻個地出嚟咯。由相關嘅平台由政府提供俾呢個平台去到 run 呢個地方。我成日覺得成個深水埗棚仔或者通州街其中一個意義在於，通州街天橋係成個深水埗一個面向填海出邊，即係好似之前講過一樣嘢。以往舊深水埗嘅發展已經差唔多去到即係一個樽頸位，而家跟住就係填海區出邊就係天橋出邊嚟嘅。其實嗰個其實你講交通個面向咧，淨係講係好正嘅喎。你行過地鐵站或者行去西鐵站，其實嗰個點樣一路原地或者淨係阿海明講去到佢嗰邊四小龍都係全部都係天橋底嚟喎。其實呢天橋底嘅空間究竟點樣用咧？其實呢個係再長呢啲，我覺得反而我係好興趣要睇嘅地方嚟嘅。因為實際啲正式嘅地你已經諗政府諗到七七八八，就而家呢個政府係搏命要揾地起樓嘅情況，係嘛？咁所以呢個我哋要諗下。即係呢天橋底係咪點樣去配合到成個深水埗啲地區嘅寶藏嘅發展？而家可以面向到唔單止我哋自己社區嘅需要，亦都係成個對香港社會有個貢獻咧。我覺得呢個係好有意思嘅一個計劃嚟嘅。好，請阿余生。講翻立法會議員角色啦。頭先我諗我發言都有即係講到一個即係嚟緊，即係如果民主黨係啦，即係黃碧雲即係繼續喺邊，我相信喺個食衞嗰個 panel 喺嗰個層面咧，直接即係同嗰個即係。報反即係嗰個係最有關㗎嘛，我覺得呢度直接 push 咯。咁但係與此同時以外咧，亦都我覺得咧對，即係假設嚟緊3支即係十幾局咧係唔變啦，我覺得亦都係要真係要即係經貿局嗰邊咧，即係蘇錦樑嗰邊咧係要即係正式回應咯。我覺得呢個係好需要咯。咁亦都係如果有一啲即係好具體方案即係 come up 到啦，即係我具體方案亦都係講話即係個 budgeting 都係已經係 confirm 埋，或者起碼有個即係嗰個即係財政上起碼有埋咧，咁咪即刻。要 push 政府，喂呢樣嘢要考慮。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喺呢個角色度咧，我覺得係做一個即係 sales， 即係一個銷售員，係反推銷翻即係政府係要即係接受翻即係民間方案。我覺得呢個係最需要做嘅嘢，都係即係立法會議員嗰個角色上係有嘅嘢。而正正係即係區議會同即係之間唔同啦。雖然即係談阿喬哥咧嗰個當選機會咧遠比我高，接近即係0㗎啦，即係冇乜可能，因為即係始終即係比例代表制係咩㗎嘛，即係大家明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立法會議員角色咧，就正正我頭先都講啦，即係而家嗰個民間方案我都未見政府有任何嘅。即係回應嘅時候咧，更加係要即係把握呢個即係時間咧，要去快啲係真係要去睇翻，同埋真係要去回覆咯。即係我覺得呢個好簡單，唔係啲咩好複雜嘅嘢，即刻即係 send 俾佢，出封信俾佢，要去回應。好，去到今日嘅最後一個環，即係呢個部分嘅最後一個環節就係即係兩位嘅總結發言咧，係每人有1分半鐘嘅。咁首先亦都係請阿譚生。
我諗今日嚟我嘅心情係真係即係希望一個交流啦，因為我係好着緊棚仔，因為我正都講咗有一個好深嘅感情。咁對我嚟講，成件事即係無論我選咗之後結果係點，即係我係好即係 commit 就係會同棚仔嘅朋友或者我哋班主大家一齊去到做一件事。即係好似剛才講，成個嘢有幾個意義嘅。而家政府好多時諗嘅嘢就由上面行，即係唔係好諗社區嘅面向。即係而家出緊嚟嗰個發展係一個由下而上嘅發展。呢個我覺得係而家正我哋香港面對依家你講緊好多糾紛咩都好。更加上啲人會睬你地區上面點樣需要啦，係咪？咁呢個我哋如果能夠繼續推落去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好重要嘅一個嘅即係面向而家一個咁紛亂嘅政局嘅一個做法。咁第二，正如我剛才講，其實成個天橋底本身嘅發展有好多空間喺深水埗嚟講。咁除即係解決棚仔嘅問題係啦，起咗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帶頭嘅發展嘅示範。咁我都好希望唔單止係處理到棚仔安置問題。亦都真係本身呢度一個天橋底嘅鋪位嘅市集，或者係甚至乎再大啲，深水埗嘅東大門等等，呢啲係完全我覺得我哋有呢個咁嘅面向有個諗法嘅時候，喺而家今日喺深水埗區，我覺得係完全我哋有條件係向呢個方向去做。咁所以我都希望今日嚟到呢度嘅時候，即係都同大家一齊啦即係同行啦即係咁希望可以喺電視上邊，即係可以做到我哋無論民意或者我本身可以幫到大家幾多咁至於重建嘅問題就冇啦，冇時間冇得講啦，想回應下你。好，請下現場。好，各位朋友係啦，即係正如我講，棚仔成個即係計劃，大家嘅心咧，即係完全係我見過咁多個即係社區嘅項目嚟講，我覺得係最有即係組織，亦都係好即係專業，亦都係好有心。而呢一樣亦都係令我咧喺個啟發咧有好大嘅啟發。我都係想咧做一個即係社區嘅規劃嘅推動，因為我本身嗰個社區我嗰個選區喺荔枝角四小龍嗰邊咧，正就係好缺乏咧好多嘅社區嘅設施，嗰邊係冇好多公共設施，好多居民埋怨嘅。咁所以咧亦都呢個社區規劃咧，我相信唔係淨係棚仔本身，我相信咧成個即係深水埗以至好多香港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咧嚟緊咧更加咧需要咧係去即係加把勁。即係聯繫到，亦都係聯繫到係公民社會、議會入邊，以至係去即係連結係政府入邊咧，係要做好呢個角色咯。所以我相信咧嚟緊咧無論嗰個立法會選舉咧結果點樣都好咧，我希望咧即係嚟緊咧即係傾棚仔嘅方案咧，就唔係每一次去到即係論壇嘅時候咧先同大家即係交流，反而係可能咧係中期大家一齊係諗啲唔同嘅方案啊、唔同嘅計劃啊嘅時候咧已經可以做。因為老實講頭先我正如講話嗰個計劃。政府點解都仲未收到？其實係咪已經係有一種已經係比較成熟嘅時候，已經即刻可以接俾政府咧？我相信呢個樣嘢咧，唔需要係每一次去到論壇之後先做，其實已經可以一有個方案嘅時候咧，已經可以同政府傾定。我覺得呢個平台咧係要比較咧快速咧係去即係建立起嚟，先至可以咧真係做到我哋棚仔嗰個願景。好，就今日個候選人論壇咧就到呢度，咁再次多謝兩位嘅候選人出席嘅。咁我想問下呢個主辦單位。